因为咱甲柬埔寨无邦交，被害者的家属可能会透过非官方的管道来救人。日前，这个面册就出现一个私密的社团，叫做柬埔寨早期受害家属的自救会。这个成员高达48000人，但是若要加入，第一要先交会费2万块，第二就要签名保证讲愿意来遵守管理员所有的命令。有网友来提出质疑，莫非这个是另外一种的骗术？全部在了。 3块一个团客，卡点片拢是商魂，本来是想要去趁钱，想要到是一场恶梦。未少台湾人，互人骗去外国，毋若互骗去尔，佫互苦毒。加上台湾甲柬埔寨无邦交，家属一个着急，可能会找民间的管道。面册社团写讲，柬埔寨早期受害者家属的自救会成员有48000人，看一个真爱先纳2万的会费。申请入会，还佫写愿意遵守社团管理员所有的命令。你可能还是抱持着一个，就是说。 我就是要公益劝募的关系，但是你其实实际上并没有去做一个公益劝募的申请啊，那这部分可能也会违反就是公益劝募的相关规定。律师表示讲，社团实际上会使提供什么款的消息，也是帮助，也唔知影，不一定使保证人会使救出来。我看这个社团的记录，为2022年10月初成立，名叫做南权主义志向，女人去做家事洗碗社，佮捌改做乌克兰湾紧急收容中心8月12日，又佮改名叫做柬埔寨早期受害家属的自救会。 短短4个月，名改7摆，未少网友就伫怀疑讲，这敢是新的诈骗手法？这个社团的管理员是回应讲，这个计划是王希明警官策划的，伊嘛提出部分的钱去救人。因为乌西当地官员才有可能救出更较侪人。对着这个代志，律师是讲有用到王希明警官出钱去乌西等等的话术，因为实际上无王警官，也是需要资金去共乌西话，等于是利用诈术。咱乡亲也是相信，就算无真正交付财物，嘛会构成诈欺未遂。柬埔寨诈骗的事件有够侪，咱乡亲看到相关救人的消息，一定要好好考虑，千万唔通互人骗去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